另外，在其他消息方面，2020台湾灯会盛大登场，台中市政府呢也改变过去传统的实体灯座，邀请到新加坡金氏纪录光雕导演团队，在花博馆打造全台中光影灯区，360度的导演环境效果，甲大型装置艺术、生命之树互相来配合，随着场景换来换去，真好看。 台湾灯会光影灯区打造到光笑悬、超级大无边界声光导影，后面将袂输来甲山樱花开个真水的所在同款。30台高级的导影机配合360度的画面的效果，甲台中的历史人文自然环境透过摄影机甲放出来，加上音乐的效果，让人看甲真入迷。每一幕呢都有它别具特色的设计，比如说。 第一幕山樱花之声就是以我们台中市市花山樱花为主角，我们还特别加入了香氛，要让大家充分的感受我们台中最原始的春天。为着让光影灯区更加有人伫现场的感觉，那光雕导演团队佮加入镭射、喷水、大型艺术这些设备，那看到影佮闻得到味，让人有全新的体验。 现在针对以民众健康为第一优先，所以我们并不冲人流量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来的人呢，看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很安心的离开我们台湾的灯区。因为灯区伫无通风的空间内底，考虑到武汉肺炎的疫情甲观赏的品质，全区拢袂当食物件，分无共场入场，一场开放500人，时间20分钟，民众入去嘛拢爱挂喙罨，做好防疫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